前排啊，呢部車咧喺香港拖過嚟啊，唔知大家睇唔睇得出呢一部已經磨到見鐵皮啦。咁大家認唔認得出呢部係咩車呢？咁其實咧呢部咧就係當年保時捷1970幾年生產嘅928啊。其實我哋依家呢排公司做咗啲復古車啦，我一做開復古車我就好想睇下啲故事啊。但係一睇咧，其實原來呢架保時捷真係當年保時捷廠嘅遺憾嚟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原來當年保時捷點解會生產呢部嘢呢？就係原來嗰陣時外國都發生呢個石油危機，同現今一模一樣啊！油價非常之高企。當年1911當然又燒機油又食油啦，所以當時嘅保時捷嘅老總咧就用好大量嘅資金，就想生產一部舒適豪華型嘅旅行跑車啊，所以就做咗呢台928 V8嘅水冷引擎啊，波箱咧就擠放喺後邊嘅。咁啊，前置後驅嘅設計啦，而且當時仲設計到前後嘅配重啊，50-50嘅比例啊，前面重量50，後邊重量都係50嘅比例啊，所以非常之平穩，過彎好靚啊。但係就當時就受到好多保時捷911嘅車主啊粉絲反對啊，所以呢架車其實當時銷售情況係唔係好理想啊，其實好多人唔係太中意啊。其實可以話呢架車係保時捷嘅失敗品啊！喺市場上真係唔係好多人中意咗佢。點都好，其實呢台咁嘅 V8 引擎加上呢個咁嘅配置，咁咧比較罕有啊！喺市場上想再揾咧都比較難啊！咁我哋今日就將佢全新恢復外觀啦，全部要打走晒之前嘅粉紅色啦，嗰啲油漆啦，磨到見鐵皮啦，重新再翻新咗佢啦。而且個引擎方面咧都非常嚴重漏油啊！咁啊，到時都會同步去處理啊。好啦，一直留意我哋嘅視頻，我哋繼續會更新呢部車嘅經過嘅。